代替目前宜兰苏澳到花莲秀林已经提早拍通，正常咧发车。总统蔡英文早起嘛去到台北车头载访中心，了解清明的疏运情形，感谢相关人员的辛苦，嘛要求要随时检讨应变。4月初3，花莲强烈地震对东部的交通造成严重的损害，造成铁公路中断。伫经过透明抢修，代替伫初4早起6点3步。提前抢通宜兰苏澳到花莲秀林路段，全线恢复正常发车，解除花莲高岛的危机。不过，花东路路又等待修理。拄好是清明连假第一天，总统蔡英文到台北车站联合载访中心，视察抢修加疏运的情形。台铁也在今天已经恢复双线的通车，对东部的疏运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损害比较严重的是苏花公路，其中下清水桥的段落最为关键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同仁的辛劳。那我也要拜托大家持续积极应变，密切注意疏运的状况，随时调整运能。蔡总统伫咧台北，行政院长陈建仁加准副总统萧美琴是到花莲灾害应变中心了解灾情的情形。根据中央上新的统计，这边赈灾内面死伤的人数是9死1050人受伤，也有超过100人被代表失踪，引起国际关心。总共有47个国家的政要传达慰问的消息。美国白宫也发声明讲，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必要的协助。We stand ready to support the people of Taiwan at this difficult time. USAID staff in the region and here in Washington will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warnings and will remai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nd are ready to provide assistance if necessary. 对各国的关心，总统府表达感谢。因那中国国台办伫咧初3也表示愿意提供救援的协助，但是根据国防部所讲的。初3规工，如果侦测3台次的强机，7台次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地处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讲，伫重大灾害期间，对华爱想看因这款动作会互台湾的民众心内祝福感受。记者综合报道。